台版世博会 Tech World 台湾馆返来台湾，要伫咧今年家己主办的台湾灯会再度来展出。行政院长邓英台嘛表示讲，这晶片就是台湾的美事，咱要用晶片，互全世界拢看到咱台湾的科技实力。 真水的声光效果配合传统拍风雷的艺术，这场捌伫日本大阪世博的山海天光正式为 Tech World 馆起鼓。行政院长邓英台亲身主持启动仪式，宣告这座代表台湾科技岛实力的展览馆正式对日本大阪世博搬到家己灯会。我们可以这么说，晶片是台湾的名片。我们用晶片向全世界介绍台湾，让全世界 感受到我们在高科技领域当中，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产业最关键的力量。今日馆内560个显示装置甲大型投影同时运作，生命馆呈现生命之树是日本展出的2.5倍，气势升级。也那自然馆是以加大的4K 荧幕展现玉山的景致。经济部长景明钦表示，虽然这届甲展览馆搬倒来家己的行动挑战是真大，不过这嘛互台湾人唔免去到海外，就会当亲身感受到展览馆的魅力。天后馆回到台湾回家了，回到嘉义了。 这是大家行政院的交代，大家共同的愿望。我们今天踏出了很重要的第一步，也做到了这一步。台湾灯会会伫3月初3到15伫家己举办 Tech World 馆，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3月15。就算锁定注文的已经全部拢满，也毋过现场也会看情形开放排队。这场由台湾带予世界的感动，即马转来到家乡，甲全台湾分享。记者综合报道。